家好，我係 Manny，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好多時同學報名前都會有疑問，我對占卜真係完全唔識，零基礎又唔覺得自己有直覺天分，係咪真係學得識㗎？好多人以為學塔羅要有天分，否則就係記憶力好強啦。唔得嘅話，只可以跟書嘅牌意去解釋，咁又點算學識占卜呢？我好明白㗎，因為以上我都經歷過。當年嘅我因為咁，開始時係唔用韋特塔羅，而係用奧修禪卡去幫人占卜。由於牌嘅設計好容易掌握啦，加上奧修禪卡原著講牌意嘅書係講奧修嘅哲學多過做占卜，所以我就冇參考書，冇老師教呢副牌，索性唔理傳統啦，即係要先學同用傳統嘅韋特塔羅，而係大膽用奧修禪卡不斷幫人做占卜，得到意外驚喜喎。係咁咧就做咗占卜師咁多年啦。感恩20幾年嚟，有好多我嘅學生喺上堂前都係零基礎、自覺冇天分或者直覺嘅情況下，喺我分享經驗，幫佢哋成為占卜師而得到好大嘅滿足同成功感嘅。仲有乜嘢關於塔羅牌嘅嘢你哋想知？咩都可以㗎，歡迎留言，記得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